講起迷你嘅鈦金屬露營爐 ，JTT 而家經常使用，有3款係非常輕便嘅。輕便嘅程度係一次過將3款爐帶晒出去野餐，都冇重量壓力啊！咁實用嘅鈦爐 ，JT 嘅係一定要介紹俾鍾意玩輕裝備兼野炊嘅你啦。呢一款係花稿鈦金屬6角形可摺疊柴火爐，重量只有116g，輕巧便攜，而且開收簡單方便。柴火爐、酒精爐亦都啱用，用酒精爐嘅時候就會成為支架同埋風擋。配合花稿新推出呢個6角形底板，令到爐身更加平穩擺放，更加好嘅通風同埋有住更加好嘅燃燒效率。呢個柴火爐跟咗好多年噶啦，我外出露營嘅時候仍然好中意帶住佢周圍去。缺點係空間有限，柴枝尺寸會受到限制。呢一款係花稿鈦金屬可摺疊焚火台，重量只有107g，亦都係非常之輕巧便攜，開收簡單方便，適合用炭或者柴枝，可以配合花稿鈦金屬摺疊燒烤網嚟燒烤，重量105g。鈦金屬係冇毒冇味，唔會生鏽，係非常之安全嘅食器材質，可以放心擺放食物喺燒烤網上面燒烤嘅。佢另外仲有一款鈦金屬可摺疊嘅燒烤爐，162g，開收亦都係非常之簡單方便。因為爐同埋網係連住嘅，就唔會有漏帶燒烤網呢個煩惱啦。但係加炭有啲煩，唔複雜嘅。呢款係新番貨品 Kamakuma Lavolo 奇蹟迷你鈦金屬柴火爐，爐同收納盒由9件組件組成，總重量得74g，適合用炭或者酒精爐。用佢之前需要組裝，但係唔複雜。佢裏邊嘅空間比較細，只可以容納少量嘅炭粒。如果用嚟燒烤嘅話，要另外配置燒烤網，比較適合一個人露營時候嘅使用。